美國財政部最新數據，中國減持美債嘅速度冇停過，10月份再減118億，總持倉已經跌穿7000億大關，創下2008年以嚟嘅新低。好多人以為呢只係普通嘅資產配置，錯啦！如果你睇返過去15年嘅歷史，就會發現呢個係一張中國對美元體系投下嘅不信任票。翻至2008年到2013年，當時係中美關係嘅蜜月期。當時邏輯好簡單，中國係世界工廠，我哋每買一件恤衫、一部手機就賺返一堆美金，而美債流動性好又安全，自然係唯一選擇嘅。嗰陣時，中國係美國財政部嘅座上賓，甚至被視為拯救美國經濟嘅白武士，持倉峰值去到1.32萬億美元。當時大家係連體嬰，你買我啲貨，我買你啲債，齊齊發達。但係好景不常，2018年貿易戰開打，華為、中興被制裁，將全副身家放喺對手個袋度係好危險嘅。而真正令中國下定決心清倉式減持嘅係2022年嘅俄烏戰爭。當西方國家一夜之間凍結咗俄羅斯3000億美金外匯儲備，呢對中國嚟講簡直係一次震撼嘅壓力測試。佢赤裸裸咁話俾世界知，喺極端衝突下，美元資產唔再係冇風險資產，而係隨時可以被沒收嘅日子。由嗰刻開始，減持美債唔再係為咗匯率，而係為咗資產安全。大家最關心係賣咗美債換返嚟嘅錢去咗邊？答案就係棄紙換金。第一，換黃金。中國央行連續18個月狂掃黃金，係亂世最後防線。第二，換實物，透過一帶一路將美金借俾發展中國家，換取當地嘅港口、礦山、石油同糧食供應權。簡單講就係將隨時會變廢紙嘅信用貨幣換成揸得上手嘅實物資產，由1.3萬億跌到而家唔夠7000億。呢條下行曲線代表住一個時代嘅終結。中國已經唔再做美國嘅白武士，而係築起自己金融護城河。